来继续来看台中捷运的绿线，因为车身长去，专门换做法国制的车身，到今日咧测试。那这个捷运另外一条南线的规划路线嘛已经出来了，全长24.8公里，经台湾大道，为台中车头一路穿到台中港，总共设20个车站。 台中捷运青线又搁咧试，南线的路线规划先公开，互大家看。南线行台湾大道，为东火大同新庄乌站开始往西，通台中车头、文心路、东海大学、航空科技大学、政治大学，尾下到五车临港路，全长24.8公里，拢总20个车站。 捷运蓝线呢，从台糖的新泉湖站开始一路向西，开到这个文心路站的时候，就会跟捷运绿线的市政府站串联。 捷运线甲台中市上无闲的所在串联做伙，有12个站阁是地下化。而从台糖新泉湖站一路坐到国际街站，这里呢有12个车站都会是地下化。而到国际街站之后呢，再继续往前就会改为高架化车站。 南线为台中车头往西向行，通过中区，经过3间百货公司、3间大学，头到尾到 Outlet、台中港游客中心、甲东海艺术街路，拢是热闹的所在。 会觉得说对店家的生意是有帮助，有帮助，一定帮助很多。对，非常高兴啊！我们的旗在这边也有啊，没想到这里也有，等到了哈。对。点价真期待，捷运南线会当带来商机。捷运南线总预算初步估计1285亿6千万，差不多要起10年。为着不互民众等伤久，市府上话会伫咧3月，将南线规划送交通部。